大家好，又係我 NT 仔啊！就喺今朝，黎智英2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及1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立。之前仲有班人亂咁吹，話黎智英重病，要求法庭輕判特赦。但係今日黎智英上到法庭，都未行入犯人欄，就向包括妻子李韻琴在內嘅旁聽席親友點頭揮手，雙手合十致意。期間面露明顯笑容，神情十分輕鬆，整體狀態良好。去到最後判決前一刻，都仲要講大話。根本就見唔到早前有個別報道提及嘅身體虛弱情況，而今次黎智英都算係臨老唔覺得細啦。當日反中亂港嘅好伙伴齊齊督背脊，控方傳召5名已承認控罪嘅從犯證人，包括蘋果高層張劍虹、陳佩敏、楊清奇、西方反華組織攬炒團隊關聯者陳梓華同李宇軒，以及以特赦證人身份傳召前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，全部人都喺庭上指證肥佬黎，實行大難臨頭各自飛。下一集，我哋就一齊睇下法庭揭露咗黎智英乜嘢罪行啦。